牛奶。伊甲我讲，我要困就爱困碰床啊，席梦思的，还是房啊，还是涂骹厝。伊甲我问，无啦，你看伊后面偌好困，像阮囝差不多还袂2岁啦，大细汉还袂2岁。伊迄困吼，你甲伊开讲，我真欢喜，佫怎啊耍哦？安尼完全头过来讲困去啊。伊嘛无讲只是碰床，还是椅啊，是桌啊，是涂骹板，倒来把嘴揢就困去啊。伊甲我讲，我倒来内面床困，像小海的妈妈。一家身体无好，啊去病院检查，啊吼，半暝敲电话，阿妹啊，来开车来甲妈妈载回。我讲是安怎？伊讲你来甲我载就对了。我讲好好，我来去来载。载就来，人迄个带伊的病人要出院，爱写卫生观音啊，要写请假单了，要大间病院，袂使讲你要坐就坐。哎，我前这个月讲妈妈，啊你是安怎要请假？伊讲这边床吼。困袂惯势，我要转来我迄顶面床困啊。讲病的